爱的晚些时间呢，睇下高水的地方吼，晚些爱的拢会填妈妈路折成大洲风雨的路，会睇下西上夫，也会几排几度安尼西上夫嘅石头哦，会跳不睇下路嗰度北美啦，就路去睇下西上夫，晚些路去睇下高水啦，那用叶的啦，还是高那用嘅喺无路睇嘅一个石头碰碰咧，路边嘅下降啊。尤其一个安尼暑假吼，拢睇下高水啊，睇下料啊。刘振群从小就喺五桥村生活，对亚地本已生长的土地亦该有感情。可能亚地土地嘅生态因来因素到破坏。佢決定愛標下睇下改善新嘅條路，回到故鄉為亞地土地嘅生態環境去做各種維護同保持嘅工作。除咗上網做五橋水嘅生態維護，對五橋村客家村落嘅歷史保存亦每個用心。本村民真同意保護生態環境嘅理念，亦同耕田人嘅農作物研發咗各種無共用嘅產品，開發無共用嘅銷售通路來推廣。安尼嘅用心，還得到野外嘅無條件支持。本意喺一條生態維護嘅道路上，做得無碼嘅手力，繼續向前行。喺屏東灣萬鄉嘅五橋村，係一個有幾下百年歷史嘅客家莊。因為就喺太湖山山下，天下水面豐富，因內陸看得到潛水。開墾嘅先民就能河壩體型溢出5條水圳，彎彎滑滑流過莊頭，ក៏流到東港海支流。嗰所頭擺嘅名係超雲多五橋水。五橋村係人話能五橋水峽，能變做一個莊頭，一地方就從解名嘅共用。落來一個沙期，因內陸甘肅嘅島本水為能，係一下保存到改好、改有特色嘅客家莊。沙期地背有幾下戶有100多年以上歷史嘅貨房，因為保存嘅客家傳統貨房嘅建築變到改出名。其中尤其係劉氏宗祠最多人知。五橋村係全國唯一有歷史嘅記錄，又有自然潛水、水圳，係個實體嘅文化生態園區。也還有一條溪啊，有冇？從劉家祠堂來玩那條溪啊，愛掃地哦，從來沒有旱季的啦。幾年呢都長流水，當初愛是旱的啊，愛是乜嘅呀？因為本地嘅那爬，下次都可以煮湯吃的，應該嗰種冇看到嘅，有啲環境嘅關係，還有枯水時期，差唔多有5年，啲全部水都全部家庭廢水，都係用嗰個家庭廢水啊，洗衫褲嘅都全部流去河壩都安尼，應該都變安尼。特別好個那水都改沉改搶嘅水。都假所以本場嘅種啊軒呢，都完全嗰個沙期重新整治嘅時間，做一條落沙嘅時間，做一條紅毛那邊嘅條河壩時間，已經過冇潛水啊條嘅啦。個更加水蠻好啦，更加也係還係冬夏天啊，從一下時間落雨來時間，水流下來又話係個搶嘅河壩啦。嗰個五橋水呢，撈都撈到一個水。鄉長啊，吼，有講好誒，樣嘅處理誒，咁樣處理嘅，按樣嘅處理哦，又可以維護一個整一個腦吼講，又個講但是呢，也就個啦，就用一邊又好變又好落水也就，都改好。很接近哈，你看這2種草有沒有很接近？
像。味道保护也话唔前苏豆腐也咪唔够水，刘建群就成为师傅一个装头实体的烘焙者。莫拉克风采过后，刘建群发现家家乡唔够水，因为上游排水工厂的关系，一土机同工厂差的许多实体项用防风的名义同实体托款，还睇周围的水准去个防磨奶的薄片，本部分实体含有珍贵动物的气体受到严重的破坏。佢就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手进行抢救唔够实体大作战，一战成名，本全世界高度关心注意一个议题。看起来暗呛嘅水，其实提子工做喺水质检测过后，得到嘅结果，沙本大家想都冇想到。一个地方呢，喺外头唔够水呢，最重要一啲地方，因为一个地方很多潜水服，潜水服呢，一个潜水服有几多潜水我补充了，嗰只也係算人哋唔夠水嘅上游，唔看也是水呢清腔，一個冷亂我已補放起來，有冇？一個氣體我補放起來。嗰陣也是水清好，一般嘅檢測結果呢，都講嘅含氮量過高，而且已經超標，可能也叫颱風來，伊哋啲皮料多，更加嘢死皮。嗰陣伊係有變得更加有安尼情形啦嗰陣伊出家推人講，係啲冇用藥嘅也冇可能啦冇用皮料也冇可能，只有喺擺就講人哋個努力同一個產業推廣出去必須的合作，並且推的合作對，可能用種嘅自然農法嘅方式，來一個工作，那唔會污染一個水質咁嚴重。劉建群同志工總係天氣為唔夠水做許多水質測量，為到就係為確保一啲實體嘅生態做得維持平衡。許多對水質相當要求嘅物種，包括原生種嘅魚類、水生同水域周邊有絲植物，都做得睇一片看得到。劉建群為按從事一個水源期，咪係因為保護用前期嘅水質，就做得連帶本貴嘅環境向下復育起來。看劉建群按有經驗，演講按樣嘅測量，按樣嘅看到水草，就第一片嘅水質係唔係有受到污染？唔過三無人知，其實劉建群剛開始睇學習嘅時節係有幾困難。因為一開始呢，我係本身係讀廚藝，讀廚藝邊啦，一道植物啦，一道體質啦，水啦，一道唔係我專業，嗰時我唔係改動，嗰時我只有睇身體會聽一點講。咪下路講，慢慢路一個因吸水的呢觀念，個我自家去安尼讀書去自家去研究。讓對一個整個地理環境一個生態，如果有進一步的了解。無碼嘅基礎係對跨行業去接觸環境保育一個領域。劉建群佢搶做得三網大兵，一鋪一腳印，無停地去學習，用嘅來復育一個設計家園。花係幾多年嘅時間打基礎，咪還愛天氣去做創土環境保育同水質檢測，為到就係愛本一份師傅做得永久經營。而還實啲被工作站方便隨時監測同保育，未曾係為到做得本完世時節記憶當中嘅啲搶土高一擺呈現出來。當然一個過程地方我有遇到幾多困難啦像一個物種嘅辨識啦水草種類按多尤其叫水種類按多
啊，那个鱼的有按多种哦，路的唔但是像福寿路，有按有千多种路的。啊，我哋都感觉quite困难，因为也quite快去辨识，因为以前都冇学过。嗰陣後來我哋都面對啲方法，都講係咪要強行上來教我哋？因此我哋都睇沙期都攀過到那個教育課程。當然，教育課程唔單止係教育村民，也係我哋自己也做啊啲嘅學習。嗰陣我哋睇一個過程中呢，都時常呢都下水熟悉。资料好，如采集采集下的物种，去辨识，他可以讨论慢慢的对那个物种下的如果熟悉伊的特性，甚至呢研究看有乜嘅一個植物，還是一個有乜嘅功用性一度。按失望去做研究，本劉正群學到該豐富嘅專業知識，未為其成就嘅喺保育生態環境領域下嘅一片天。拄好劉正群同啲為一群後生人召集5條村度，該合適教水同漂漂河嘅流域。雖然一下5條水無鼓勵人去搞漂漂河嘅，不過劉正群還係用打水漂嘅小遊戲，本來到亞嘅人客體驗到位簡單嘅發通。既然提倡大家，因為鴉片嘅水域有豐富嘅生態資源，喺無拖攬人員大量嘅時節，千萬莫下去搞水。見過少會因為人客唔了解，就無生意破壞到鴉片嘅生態。第養路方呢？爆紅以後，佢跟人都變啊，幾多人種入來睇下係搞漂漂，但是佢可惜就講，因為佢人都要搞水，伊哋冇去了解講一個環境咧正規搶來搞水。而家開始都講，希望從遊客來也搞水，我哋會去勸導，都講希望一定配合我哋做安尼嘅流量嘅控管來登記，我哋安排時間必定來搞水。安尼嘅方式法，如果有太多講可以好嘅教育，又可以去推動教育，嗰必定去了解一個水嘅正規。喺一個環境中它是一個自然的環境那自然環境裡面也不是100%的安全。如果唔係個安全的一個環境，嗰些有的水草呢會割熱，有的會有安全的但是呢，同介紹一啲水草呢，伊看起來唔會害你，但是實際上它也會不很舒爽根本你看也有2種草。2種草係咪就是說很接近你看這2種草有沒有很接近很像，遠遠看很接近，對不對？但是如果你們這樣看的話，你可能吧，你會感覺那些有危險性。沒什麼危險性啊。你覺得哪一個比較有危險性？這個吧。這個嘛因為大部分人會覺得因為可以有毛會刺人，可是這個沒有毛。但是呢，一個草呢，你看到我數了，會不會割人？會不會？會割你因為它的葉背在這個葉子的背部葉背的地方有那個倒鈎，會倒刺，會衝你。不是以那個會衝你會有害就像也看起來一些都唔大眼嘅草，睇劉正群詳細解說過後，大家就了解哪一種草會危害到人。可見佢哋嘅東西該多，知識該豐富，我嫌佢生態保護都做得。這個一般我們俗稱叫巴拉草，
巴拉草有很多用处，就是讲除了植在护坡的固定以外，如果牛啊、羊啊的一个植草也可以设在这种植物。而且你看我们玩这时间哈，也要高水冇东西好食，因为拄好的时间，我们如果种一个巴拉草哈，我囤一个笋，因为我要笋放放起来，反正可以也有一节嫩嫩的、嫩嫩的哈，我们就会吃这个，很好吃，甜甜的。然后有点青草的味道，但是有水分，很甜，够好吃。除系爱做水质同生态维护，刘建坤认为爱认识很过了解所有生物嘅生态习性，那为哋爱用嚟做到维护一个平衡的环境。富育环境绝对唔係常用教科書去認識，係真正同大自然融合共下，能為了解生物係樣嘅相互共生存，生物之間嘅關係又係樣嘅。身為5.9歲工作站站長嘅劉建坤，替工作站作為勢頭，唔係單唱5.9歲嘅生態天天。同學校加落一個標本，我哋可以看要有。最嚴重的污染到中度污染到強高都冇污染的哈，完全無污染的水質。以那個物種等下呢可以稍微辨識一下哈，做一個記錄。堅持這份工作其實冇按強鬆，想要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共下做事咩冇按改。5.9歲有改鬧嘅實體，劉建坤每改3萬去認識了解，韓國維護也實體嘅生態環境。佢帶領同事共下檢測水質、認識水草，一日唔是團過，為也實體繼續努力。一個工作站最主要做乜嘅呢？就做一個沙期嘅釀草。釀草嘛嘅咧，如果呢邊嘅人家5.9歲咧，有幾好嘅勞務嘅，幾強嘅勞務嘅。但是呢，我哋沙期嘅人口引出去也好，嗰隻一個我嘅呢都冇人打理啊，一年呢都多1-2件，一年多咗，機會都好係好，嗰隻我哋都講我幾可惜啊，嗰隻我哋都會做人哋我嘅文化保存。咁當然有一個我嘅最主要嚟講有一個環境，一個環境，那我有一個我嘅，我哋環境因為佢重要，後來人哋又發現講5.9歲嘅一個環境係相當好，因為講因為也有潛水，潛水出來水清澈，陪一些生物呢，嗰度可以一個體下式嘅生存，因為有生物。相當豐富啊！一個根據一個林務局喺100年時嘅調查講，5.9歲嘅生物多樣性喺全台灣算該頭前嘅吼，每天都第2名，嗰個呢一個相當珍貴嘅地方。做5.9歲工作站站長嘅劉建坤，睇影片嘅工作冇按強鬆，除了愛討論，還會同大家上課，本件學習知識，甚至愛做村民同工作站之間嘅溝通橋梁，本維護生態環境嘅工作做得順利進行。我哋工作站還有除了一個生態啦、文化保存以外，還有講我兼具一個產業推動，因為講好商人攏出去嘅嘛吼，一個有嘅一個環境，一個年紀過大一個裝備呢，如完全生發，但是一定會有感受到一個經濟嘅壓力，嗰個一定運用嗰傳統嘅農業去做。
但是呢，咱的为了要推广那个环境的保存啊，还有为了那个产业发展，所以呢，还是需要来推广那个产业呢，去同环境保存下来。所以工作站目前呢，都主要以上面方向来做嘅协调。坚持生态同宗头，为同时进行保育工作嘅刘进群，对工作站嘅设立精神非常重视。定期同志工研讨所有嘅事情，教大家去看水稻嘅动物怎样嘅影响水嘅生态。佢總係無分時間、無分地區，帶定現有嘅素材來傳達安尼嘅教育理念。佢相信為安尼，將做得本更加多人了解環境對我哋嘅意義有幾重要。也個有一種生物指標，如果也個底棲生物。底栖生物也可以觀察到底棲生物的物種，好，我哋有分，也有拄好有一個同學校加落嘅一個標本，好，我哋可以看，也有最嚴重嘅污染到中度污染到強高都冇污染嘅哈，完全無污染嘅水質。以那個物種，等一下你可以稍微辨識一下，做一個記錄。本來能了解講，那個其他水質差不多都耐，囤那個數據去比對，你可以更清楚了解講，到底那個水質的狀況，因為有些那個。可能監測包啦，或者是計測時，可能會有一些誤差，會有時會監測包會擺喺還是用的哈，其實可以用那個做一個佐證。也不可能了解，環境中有那個生物的話，可以去討論講，某些區段可能有一個污水鐵道，污染夠嚴重，有的區段呢就沒有污染，我們就可以把那個區段的污染的地圖就把它畫出來。當然，我去了解五溝水水嘅品質係咪有超過標準，也係受到污染。可能一份工作嘅內容看起來冇按神氣，係內當日接觸一條水草同生物。不過劉進群從來唔會吃到艱苦，而係吃到該沙皮。五溝水咩因為有意，能為優雅按順暢嘅大自然。我跟坤哥認識2年多了，就是一開始是因為他創辦五溝水濕地學校，那個時候就是濕地才剛被開挖，所以我在之前就已經有在關心五溝水濕地的議題，所以看到開挖的時候，很想做點什麼，然後濕地學校開張的時候，我就一起過來報名，所以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認識的。因為學習知識能熟識嘅2個人，雖然熟識時間冇幾長，不過喺合作強盤嘅人中，劉進群又係2個人咯。我覺得如果不是他這麼喜歡五溝水，應該不會有像我這種外地人被吸引過來。因為他是一個很渾然天成的，就是跟他相處的時候，就會感覺到他就是這裡的人，然後他非常的喜歡這裡。這其實不是一個普遍的例子，因為我在工作的過程中，也是有跟一些五溝水的在地人進行過訪談或者是相處。那很多人他們其實沒有這樣的情感，他們也不覺得自己的家鄉有什麼好。但是坤哥他很不一樣，就是你跟他接觸的時候，就會覺得說，他真的很喜歡這裡，他也很能夠分享這裡的好，他是很以身為五溝水人為榮，然後同時他很歡迎別人進入這裡，所以要跟他接觸，就是要進入外地人要進入五溝水，跟他接觸是一個
可以比较快融入这里的管道，然后加上因为他有这样的热情，还有他加上他个性的特质，他其实还蛮能自然而然的行销一些他认为好的价值这样子，所以才可以就是吸引一些人过来吧，就是像我啊，还有一些私立学校的志工。那我觉得在社区营造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他为五沟水累积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另外就是如果没有他持续的去提倡湿地跟聚落保存的价值的话，可能我们会变成像是很多重视硬体设备营造的社区那样，而不会是比较走一个软性的，然后以人才培育为主的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就五沟水的社区营造方向来说，就是坤哥他的想法是有一个引导性的作用。在同事的眼中，因为热爱亚地土地，能为按坚持自家工作的刘进群，可能ไม่係因為這份堅持，能為本意嘅團隊強盤按心音意。堅持這份工作其實無按強鬆，想愛讀到一群志同道合嘅朋友，大家強下做事，咩無按改。一條朋友同意強下為5.9歲奮鬥，咩改革年。其實像遐條工作站嘅後生嘅規律5.9歲，喺我哋遐條裝批啊，好像呢改環境嘅一件事情啦。因能夠保持呢5.9歲嘅我哋5.9歲一個水準嘅一個腦，也係我哋以後愛往一個方向去行嘅。因為5.9歲呢，畢竟腦喺腦嘅方向同一個水啦，尤其是水嘅方面。好地地嘛，有個守護山呢，能夠曬忙啦。希望要把個係喎，從我咁講一句話，一定恁老人嘅改善嘛，做一個事啦，佢都完全付出啦，安尼啊，嗰個是一條好辦法係，還有18萬可以維持嗰種人度啦，希望咩冇辦法。不過劉進群唔係搶對5.9歲傾心傾力。對5.9村的起落保存，佢咪改善忙，用佢設計方式提佢付出。现在这一期看起来还不错啊。因为虽然是用没有撒農藥、沒有撒肥料的方式，但是因為我們前一期有種豆子。肥分、土壤的肥分方面还可以，而且收成其實不算太差，以有機的收成來說，還算不錯了。5.9村的生態保育，還要兼顧到村民的生活保障。劉進群愛用的本農民採用有機耕作法呢。5.9歲呢，我哋有幾多傳統嘅農務嘅，最主要因為伊個環境呢相當好吼，早期有幾多奶啦、水啦有專業有廠，嗰些也是務嘅啦，全部是也歸到。5.9歲因為都有保存青島嘅傳統嘅一個作坊，如一般他人講嘅三合院吼，嚟建築，嗰些我屏東縣政府呢。劃定為一個傳統聚落保存區，好，也是咧有相當多嘅一個傳統嘅建築可以俾他家己來了來參觀吼。因為我哋都有規劃安尼嘅解說導覽嘅一個課程吼，可以俾他家己來了嘅時間，唔係像行過去看過去，因為5.9歲係一個。需要慢慢來行，慢慢來看呢一個地方，伊咱可以了解伊個文化吼，咱可以有啲深度，安尼來下了，咱會有一個自信感受吼，
也艰巨的一个旅程。那么我们香港的韩国语其实怪可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你看这个我们这里很多的传统的那个就是三合院哈，我们称为火房，这个一个柱子哈，它上面像一个官印哈，就代表可以做官的意思哈。还有像这个上面这个是一个人形立柱一样哈，它就是像一个警卫一个守卫一样哈。所以他们在设计这些意象的时候，其实都有他当时设计的一个主题。五舊村係全台灣客家人喺度親密嘅一個鐘頭，越轉越雅都係個講能專屬客家村嘅故事。仲會看到按你保存完整嘅鐘頭，確實冇按改，也咪係劉振坤按堅持愛舒服意嘅原因。迄個就一定來我哋做100位用嚟做導覽，我哋做導覽如果除了劉池塘，一定要去看，因為嘅係咱哋個有特色的一個火房建築代表。啊，過來像我哋傳統嘅巴洛克式建築啦，吼，聚落底部一個經典的三合院啦，吼，過外有像個底部一個半月池，攏有安尼嘅。各有特色的一個故事，各有一個特色的火房建築的代表性。各次的他講你來呀，安尼慢慢的行，慢慢講。這邊呢？是劉氏宗祠，在150年前就蓋了，好，所以蓋了，總共到現在已經150年，所以在當初蓋這個建造的時候，它也不是一次就到位，它總共前後花了40年。40年？對，40年才蓋到現在的這個規模。它總共佔地面積是3.6公頃。当然，它还包含周边的那个园子，槟榔园，对，后面的园子这样子，啊，占地3.6公顷。3.6哎。对，所以它是一个很大，但是，而且它这个建筑的特色是它有那个一些壁画，然后还就是比较宗祠啊，会有一些，比如它有点像家庙的感觉。那它是以祭拜祖先为主啦，不是神明。但是它就是也会有很多的教育意涵，就会有这些东西，什么像这个就是最经典。如果你是客家人，你就会常听到这句话啦：一等人忠诚孝子。然后这边有2件事：读书耕田。来讲一遍，我也是这样想。忠诚好字。哦，用看诗，读书耕田。哦。要有那个莲花。哎，不错哎。专业的。我是在地人。哦，你是在地人。对。啊，因为我们20年没见了，所以带他们来走走。我不知道哎，我还感觉不出来。哎，我觉得很像啊，跟我们那个南部的那个汉文化很像，但是那个中像这种的这个叫摆设吗？是有点差别的，跟我们那个嘉义的那个宗庙是不大一样的，对，是有一点差距。是。对，我觉得这边的客家家庙比较大，而且这个忠孝节义故事彩绘的非常的美丽，对，比较精致一点。其实我以前在苗栗可能比较也没有去这种宗祠去走一走啊，现在来这边刚好有这个机会走，我觉得也蛮特别的这样子。对啊，对一些那个以前可能我们客家的文化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认知这样子。建筑物其实都有翻新改变，可是我喜欢这里的是，它就算翻新了，就是它只是维护古迹的维护，可是它没有整个都变的味道，这个很重要。在五舊村開放觀光的同時，劉振坤特別強調，因為五舊村係本人設嘅地區，唔係一般的觀光遊園地區，希望來到一片觀光的人客，天朝嘅記得同意義有討論。
除了做得有详细的设计，本人行认识了解五桥村，一方面要做得片面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因为人口我移过严重，和迄体一个总体的大体都是老人家，更有自家的生活习惯。外来的观光客接上我因为唔了解，就造成件的麻烦。为到本五桥村做得允许维护生态环境，除了善忙做五桥水同五桥村的教育同讨论。刘建群要提无金钱方嘅资源，为落实一件事情，其实有相当大嘅困难度。为本安尼嘅精神应流传下去，就会结合农民嘅农业经验，同农民共下开发有机无农药嘅产品。利用无农药嘅有机产品，本代替唔会受到农药嘅污染，俾本农民有钱好穿。咱叫中度的失火用的。现在这一期看起来还不错啊。因为虽然是用没有撒农药、没有撒肥料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前一期有种豆子，所以肥分、土壤的肥分方面还可以，而且收成其实不算太差，以有机的收成来说还算不错了。对，然后因为旁边我们有保持原来的杂草，有留下杂草，然后没有用杀草剂，所以虫子虽然有虫子，可是也留下它的天敌，然后它们就可以互相的产生取得平衡，所以我们的那个虫害跟病害其实都还好。嗰些一摆种的我应该蔬果的产量应该也唔会差啦吼啊。下一摆呢，除了一个叫本一个粮商吼去买以外，啊，我也可以参的囤点蔬的吼，都做酒糟啦吼，做一道还是酿酒啦吼，还是看做那个加工食品啦吼，啊，本人可以收入够好啊，啊，唔会像叫本粮商，啊，价钱啊唔好，啊，我人可以囤蔬，啊，连卖都有够好，啊，甚至一道加工的产品，里面可以拿去卖，哦，你这个有没有可以赚几多钱？哎，对他家人来讲，拢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啊，这样是最好的。做事情都会全部顾到位刘建群，唔但常接送关心农民的农作物状况，还会用心为农民设想，本件做得放心的上心意，向下为维护环境的目标来努力。通讲人隔壁嘅吼，也想去谈论死活啊，也隔壁两片路想去谈论死活，吼，嗰些也有一个亲和的影响力，哎，甚至没像你去搞死活啊，哈，他可以去录用的方法吧，你唔会有个不小心被污染到的个现象嘛，安尼就最好，嗰些安尼都咱可以讲友善大地的工作吼，其实对男人来讲，身份来讲也会保护啊，属于其实因为现在实在问题按洋葱哦，或者还是要用安尼方法。做一个市场的区隔哦，安尼安尼自家可以行出一条自家的路啊，哦，安尼对咱的自家也好，对他家也好吼，唔好讲哦，我要杀肉嘅，自家要食嗰度肉嘅吼，安尼又对身体咩唔好安尼，係啊，嗰些佢感謝他家人安尼來配合啦吼，也對環境也改好。看到農民對有機耕種有肯定呢。劉建群權威嘅表示，也所有嘅努力都該出得。環境保護唔係像一個人嘅事情，係大家共下有共識、共下努力，將做得真正嘅同生態環境繼續維護下去。不過搶種農作物係唔拉敗嘅，少數咪係一門具體嘅學問。按樣嘅賣，韓國一本農民了解，尤其在中會有相當大嘅利潤。劉建群想到用農作物加工做商品，嗰個保存要做得產銷做無共用嘅食物，本共一項產品有多元化無共用嘅功能，嗰來要尋到通路結合銷售。
拄好健美苏道客委会的邀请，到客家农产展来买东西。工作表现高优秀又改善忙嘅刘建群，喺家庭生活当中做人嘅奶爷，做人嘅阿爸，佢又係一個樣嘅角色咯。冇老到做生態研究嘅劉建群，但卻有特殊人嘅死腦筋，其實係有生理人共用嘅頭腦，喺農作物加工商品方作為改導研究，本嘅豆產品以為通路好賣。今年個用心呢，一個蘇道客委會嘅邀請啊，加拄好有安尼機會來一個屏東太平洋嘅一個展售會。攀一個農產品嘅展銷，好似我哋會同一個嗰度農民都希望伊哋種一個有機嘅方式做嘅食品呢，大地友善大地嘅方式做嘅，推動結合安尼來推廣，增加伊個商品嘅豐富度，也可以用安尼機會，順勢係我哋村民也可以生產一個商品，可以不一定有高度嘅。那個出路配合，冇想講像一項，安尼嘅話多樣性，都同咱嘅生活多樣性共用，可以保護環境，本咱嘅環境建設個好。呢度本鄉下保護590歲嘅農民，做得有共生利益嘅關係。劉建群未為一到農民開發出改多條嘅商機。除了同農作物研發咗更加多無共用種類嘅商品，可以去尋各種無共用嘅通路，本農民嘅農作物做得產銷出去。喺充足嘅資源下，安心嘅鄉下為590歲嘅環境保護來努力。無限幾日咧，未到為10日嘅時節，原本老到劉建群來到一間村堂。係佢嘅好奇，見樣唔攰去食飯，其實睇一間村堂聽書準備存點。原來一係家也愛開一村堂，因睇無限做村堂工作嘅阿爸阿媽，又係樣嘅看劉建群一個為到工作奉獻嘅來源咯。年輕人啊，感覺講一個生態環境啊，一度必須要來保存所以一定要志同道合嘅一度年輕人啊，像做一個590歲舒服工作站，一定個熱忱去奉獻，把一個地方嘅一個環境維持，還有一個文化古蹟老貨房。一度維護，所以一度年輕人呢，全心全力讓改善嘛。當初我要認為講啊，唔定一安尼對家庭會有影響，但是其實有個更重要嘅當然講我哋為了地方嘅發展，當然我哋也要支持佢哋呢一個工作，面對按認真做事、為地方盡心盡力嘅來爺，其實劉爸爸、劉媽媽在行雖然冇講，不過對某組方面看得到，對來爺有滿滿嘅驕傲。因為我哋兩個人身體很健康，唔是一定來服侍我哋，我哋還有能力來自家來做其他一個工作。尤其是像傳統啊，一度工作，我哋還可以負擔得起啦。所以唔是佢哋來同我哋聽書，佢哋把佢哋分內工作做好，把590歲社區一個環境一個嘅關係維護好，安尼就
可以啦。我哋都唔是去观察到佢哋。迄个笨蛋做得提诺贝世界飞翔嘅后生人，在今年飞翔希望做总督嘅事，也是有非常大嘅决心。劉振坤今年無條件嘅飛翔奉獻，曾係因為佢熱愛一地皮而生長嘅土地，佢哋愛同生態環境保護好，佢能做得同更加多好嘅東西留傳本下一代。本日嘅超威暖化嘅地球，做得保留更加多美好嘅實體。我哋愛親切解能力，留更加多嘅東西，本後代子孫，本件未看得到也台灣也五舊村嘅美麗。